流行性感冒咧又稱流感，咁佢唔係一個小事嚟㗎。你只要打咗流感疫苗就可以輕鬆咁樣保護自己同屋企人，有助咧你保持強壯健康，咁樣你就可以繼續做你自己中意做嘅事情啦。我哋建議所有6個月以及以上嘅人每年都要打流感疫苗。因為有啲人咧得到流感嘅風險較高，所以可以免費接種注射流感疫苗。呢個包括咧6個月至5歲以下嘅 BB 啦、孕婦啦、所有6個月以上嘅原住民啦、所有65歲以及以上嘅人群啦，同埋糖尿病、嚴重哮喘、心臟病或者係腎衰竭等等一啲重症嘅患者。打流感疫苗咧既簡單又快捷，所有5歲或以上嘅人群咧都可以到醫生嘅診所或者當地嘅藥房嗰度咧去打流感疫苗㗎。請盡快預約接種流感疫苗。